各位朋友，杨振雄先生今年已经有70高龄了。他出生在一个评弹艺人的家庭，自幼学艺，从10岁起就随父亲杨炳奎登台，如今呢已经有整整60年的艺龄了。对，他早先和他父亲拼双档，演出长篇弹词《描金凤》和《大红袍》，但是他不满足于他老师这2回书，从20岁开始，他就担当开始演出，并且决心有所创造。他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终于创造出他自己的长篇弹词《长生殿》，后来又改编了《武松》和《西厢记》。他每创作一个剧本呢，总是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。他在编写《长生殿》的时候呢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献资料，研究了许多的历史人物，比如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等等。为了掌握更多的背景材料来充实创作，有一次啊，他竟然爬上了泰山，去抄录刻在碑文上的，石碑上的碑文。真是令人钦佩呀！搞艺术就是要有这种攀登泰山的精神。对。所以杨振雄先生能有那么精深的艺术造诣、经久不衰的荣誉和对评弹艺术的卓越贡献。那么，各位朋友，咱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振雄先生和我们见见面？我很激动，感谢在座单位，感谢热爱平台的来听众。那么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不多讲了。我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。杨振雄先生呢，已经很久没有登台演出了，但是今天呢，他要亲自登台。那么，我想我们评弹的新老听众可以一饱眼福和耳福。第一个节目是长篇弹词武松的选回访9，内容是说，武松得知他哥哥武大郎被害的事情以后，为了追寻破案的线索，去夜访何九。由于杨振雄先生的胞弟杨振言先生呢，他去加拿大和香港探亲访友，来不及来参加这次盛会，所以这个节目呢，由杨振雄先生的儿子杨聪和另一位青年演员郭玉林演出。下面就请大家欣赏。武松8分潘经理。好不容易在潘经理这里爬出来，上阿公刚才是个土公姓胡家胡军，那么武松何时眼里头往而出？杀了不再盘啊，不必了嘛。看潘经理的面色，听潘经理的语气，我可以断定阿公不是好事啊。我有个辰光听潘经理他黄埔一打一挡一气一场说句话，我实在上快去再跟绝牛，所以一个霹雳出来。方才在潘经理面前，武松咬紧牙齿，何时眼里那英雄欲来不听。但现在一出是门外。个眼里有像绿的，非但眼里绿不是，而且出身痛苦，公公啊，死了弟兄回来别，而且白海佛命运，公公啊，与我这个兄弟诚恳上你公公。还恨地跌下公公啊！
此遥遥，来想。曾记得临别的年，妻不作。终章配放在四字交，望到那四字里。印象老我的好兄弟呀，这2个年没有诸葛我的好兄弟呀，走啊个呗，你在那499米龙灯呀，我的好兄弟呀啊！哥哥嘛。水间妇儿归家，兄不在，我欲报深恩一往老。我给趟出来。我想一群他狗等着一打，老兄我身体牛本上的阿些，这样不能让个负担。阿拉理解个了，我夫如果这样叫我吃茶，我宁可我东对不当，不能我走。阿狗理解，哥哥啊，并不是偶尔在这里没有你呀，你记得吗？临别时，我犯你妻做父你，我讲你这对血脉病，这做你不要挑，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娃儿记得牢，以至于本身封印早，你上了不听我不说话。现在回出来，阿狗死了，大家难死，门破进来不肯讲。而且我还可以对领凶水不单单破进来王母2个人啊，单单李多2家队，自己做的500个人，一定会有真凶之位隐藏了里面。一头来，再与之。我岂用那杀人的魔王发满刀？来，哪一个真凶来是刚坤他刀，罗了一个凶水，凶天天来。司机四处路口压到啊，人人往来现在难，不够来往，不两旁边的地价才看到了张口。接着现在说起来总要2分钟光景。咵到所以啊，自从起诉押金绝对担正自家这样轻轻叫考考我们呀你疯了，要么来发起来了。阿人特凶水一下时间地点了该打绝对呀！
不吗？凶水之后，徐阳生也晓得，不晓得？等了该的棒当棒当跳，于是后不呢？武松想到该的，弄牙齿，嘎啦一咬，满腔的怒火，喷，呕气。非但我自家喝一直下去啊，汽水了到冰龙轻轻就啪啪，难吃的，难吃的。呀哦呀，人是心对好，七星红军分更妙，把这庄我只言能美。谁太强大？其实红军是个特工，特工还是衙门里当公子。你想我阿公官人，你随着搿桩恶子的线索，来你身上所轻松，终须斗计杀人，真是心对怒火强人时，催到温雅先红军剁头。衙门里23是个当公子，可惜武松谁打里当着后，武松呢？公水怀里，可上眼睛头认得的，说啥？寻自家水底窝头。武松在认得里看见他比8岁，一招找我吗？真是汽水炸，那他比水龙一吹，两个人都照样过了对待我。兄弟呀，渡头。兄弟呀，渡头！俺武松是与父母双方父义父可，武松对今日既让俺的哥哥抚养深深长大，俺的哥哥是武松的终身父母最早的爷娘。渡头，这我知道。此番不问，奉命送礼进京，与哥哥回来一而别。不料送礼归来，到得家中，俺弟兄长放狗得了。渡头，你别难受。兄弟，渡头，你是当特别的，对，俺是当当对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官衙当差的。请问你，老百姓有冤，我们当公事的人怎么样干呢？渡头，老百姓有冤，我们当公事的应当搜集10报5两。渡头，你说对吗？哇！兄弟，渡头，俺的哥哥死得好才对。白人因为恶事坏事灭罪，这凶手真是心狠心辣。是啊，俺武松要替兄报仇，兄弟，你能助俺一臂之力？那么，渡头用得着我跟你交手？多谢兄弟。好说，请问有个特工你口顺的，姓什么？姓洪，叫什么？洪去。哦，老九我认识。家去哪里？东门外。你得领我去。那么马上交手，娘上大家喽，请。衙门里23个当公子个科技怎么晓得事体的啊？虽然武松打土皮2个人刚张分听见，但不问口之本是位子里的老兄背后的事情。既然你谁晓得了嘿呀？根本都晓得上天不打武松讲你恶和讲讲，上多老兄人4大头天。那武松虽然杨过有斗的。但是你多2人到底啥人往下去，啥人来了了，你也不晓得哦。你搿了当中斗上去啊，口浪的大他讲了嘿，还是看好戏哦。哼，搿批家伙挖空了衙门里当公子。现在武松呢，跟他比谁跑，一路跑一路关照自家内气的小伙啊！我比侬搿顶6人胖顶英雄高龙帽，砰震一震。身上可就找这个鞋子哈啦，一推击地身边扶起，腰边一柄后背神佛个朴刀，血统里杀了人一柄。屁水搿柄屁水是东京军装的出重家手嘛，上了打2柄干啥？我
今这来得就为要鸡胸报仇啊，所以打两兵加上。兄弟，都头，先把烟道放好去。都头，快一点跟我走。匆匆走到东门外，到了石首西边破门楼，到不了。都头，你看门前石牌楼门口小花狗，就是那一家。一看一家好主人家，少我阿公搬这个土工随时的给打。武松妖精打狼一步，细水相帮门。没，就是非得不帮儿子哈拉退一步。兄弟，好，这好句，为神时候，武松杀了杨明才讲一句，刚一个佛儿，一浪。武松虽然是草莽英雄，但不是鲁莽之辈。你晓得好句这个假设怂呀，而且是个老公子啊。哪晓得一放在土地上个呀？哦，老邱，你搞得个老子啊，谁是老公子？我为此呢是个老公子啊，所以不可以毛毛说说。只个我现在帮门，你谁开门？门一开，谁是我特里面对面？个面对面江山，谁是开口见活龙？武松自家晓得，公子一旦气得很辣。只个我第一句我晓得不够有力，你很容易应付我。假使我一句我说天，那么还领来子我句错话我对圈子，我今日天个辰光侪要多脱了嘛？是，我今朝一定要来乃身上说清不口，所以西门上特别后句为神时候，只顾你老实个，我老实个门法；你愚妄个，我愚妄门法；你阴虚个，嘿嘿，我还有办法对付你。待杀人是杀我，实刚可以扎入妖帝门里，请教得了。都头，据我看，那老家伙是嫌疑重大。哦，那是呀，虽说你不是真凶，但是杀人叫你杀，固然你总晓得。而且那家伙有这么一手，杀的口子特别紧，实在不会轻易吃亏。那时个绑上你吃罪，那么好，你到打你咔咔叽叽，你打你十罪我十小，一天神光谁都脱了。都头，据我看，嘿。不理阿里不理，你说对吗？好，晓得。武松前几岁，我要你个兵后背神火，破到喷怕高嘞。但是一直大浪一步，开门，开门一，二路少年，后句空在家中。哦，我们去放哪里啊？啊，能个不巧哦！武松对白出来对头皮看看，不能让啊，头皮大张一步。是这条喉咙能听得出来，说不在家的就是喝酒啊！好，自家本人外头不了。都头，他难受，他卡起来，个门绑的响的。开门，开门！二路少年，红军空在家中。大概说我们丢放哪里啊？非是不在家，俺要打进来。哟，哪里呀？哪里呀？你们刚出进来，哪里呀？哪里呀？哎，这后句这2年个日家难过。自从上次吴东老古代之后，你个心已经分定些，你晓得个桩是我非得不能杀，而且要去报国，那么杀了不去报国呢，假是对些。那么对些么？你还非要杀个呀？哎呀，不来子，我不杀，凶手要让我灭口个呀！所以个后句被逼夫乃只好杀。不过你晓得杀么杀？武松为出来背要替兄报仇，替兄报仇，第一个谁是身上我，绝对不会跳特子我欺身凶手。所以这个后句，拿凶手不离12银子，为武东郎的2根八卦，8号2把牛风不动，上头下号你问谁有地地时期，历史上做是2面应付。少古人应付那凶手，8人证据应付那都对。等到那武松东京出发出来，我毫不突出，说明搿桩事体当我不得讲。不过搿个是当时的想法，就是搿2年越想越好。你晓得武松东京虽要走来咋？搿个一对弟兄好等心生。只要我喊我讲到一半，武松搿种脾气心里时候，好。我阿哥我果然终归是那手，拉起来胸口的啪一球头上来，你个种球头，老虎把你一球头扣上，可是我把你一球头上来，你是个6万块，扣头12袋行都是个。
舍得欢喜吃粥，叫啥家郎不敢去吃。关照刚子不到子鱼店里看子的走到屋里向来吃，那么你还非要吃？哎呀，粥句不吃要死个呀！吃么浪吃，一进来浪上身子啊！隔壁人家门旁的兄弟个心一荡个，家路上脚步声响的，这个肉一跳个。今朝是吃到最湿糊涂，听见外头旁门嘛叫说一下外头说不哪里不哪里。哎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开玩。哎，顶下反是武松最好在，过来门手机他门嘎的一开杀人家啊！狗就分地刚刚，这看见武松立好了门口，带水直到半边还是个土皮，腰里向外月饼加上来，这看见武松立好了，还叫说一下么是两我的头啊！哎，我刚不清爽。我当少年女来的，咚对哇！哎呀，咚对，那外出来着！哎呀，我是前几天呢，你知道跟奶奶今朝总是外出来着，我没好玩，哎，吃多了困得了，哎，你是叫侯爵吗？哎，是的，你可是跟我冒您的杨贵东东当好吧？罗大姐。你干得好事呀！分够啥？我请你认罪，要敬你3倍。我这2年死吃了了，高罪来吃服了。怎么？我儿东京归来，道德加重，不到半公时人，请你认罪。你不上律吗？都是这么这样子给。你吃得下要做，吃不下也要炸。早安有夫人，噔个后句杀冲到高浪向有。加油！哎，送往外走去，诺样么子。好！爸！哎呀，都对呀，你请客上客气，我再不去啊，不好意思的哇！啊，爸！武松要紧过来，罗门喷打一打上，外面领头个人里向家中还不晓得。第一个特工什么个都不对，当中了侯军。那么杀鸡不来的侯军登了当中，李欢喜登了当中，谁不里登了当中？侯军人3就来了当中，对些猛者有点浪口，杀武松来哈拉背。你晓得这种好本事的人，8刀30出刀，非要背2一刀过来，我口浪里少辰光头两不晓得个呀，是不是些猛者有点浪口？这问下混头也不好，那闲话才要忘记这个呀，不两句话不离。老屈呀！哎，都对呀！你自家不怎么亏心事？都对开门不吃惊，倘有半句虚话说，都对弄我无人疼。爸！喝令特工快认罪，谁打当兵不许。就跑2位，对，跑！我心中带切生死路，我上等是酒。再将你攻城，争取2块心思，我要在你的根面分与你说是不知虚话声，嘿嘿。这不怕是你老侯军我儿的刚刚要对你的对，我终于老实把真人讲，绝不过后一儿女。加着对，得罪大军，撤销大不了，对，也
说小嘴。武松水忙后就接个人，砰一打一挥，三个人上来，但吕郎一看蛮狠，来得个空啊！武松水忙刮了头里，嚯，个后就手头老实，要就忙成刮了头到凳子浪向说不定。这把看见眼睛过来当着后，武松呢继续摇一摇。老君啊，豆豆呀，你要吃什么菜呀？要喝多少醉呀？好不？好不？好吧，这帮先打2个醉，那么啥菜呢？你看吧，我叫你不要让人晓得，看得出怕公子，那个就是面色才两样了，嘴巴下去，嘴菜多上来，我不搞的。吕郎。红军半身带墙壁，面孔带武器；武松半身带武器，面孔带红军。一只脚打了地上，一只脚打了凳子上，闷没发闷啊！可上眼睛带着红军，后是呆。两道目光勾来个红军，这个在背心上沙啦啦个套。你晓得这个是怕公事啊？对方顶很闲话，不讲说老子难看，那是个身背浪向有事体，面孔了马上亮。但是假设到底老公是强壮正人，对不对啊？你才是当公子呀，有啥闲话，说我来讲好。好吧，我是一个举手，老君啊，你可晓得，武松请你当罪侣，真是请你眼罪不仁么？干嘛？有话问你，问题啥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偷工。武松当什么的？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当公事的人了。是呀，我问你，当公事的人讲话怎么讲啊？哎呀，对不对？这个两三个都问他个，你当公事你旁边讲闲话，总归这个样子呀。这。哎呀，我一懂对呀，我好混他了，你走啊！哎呀，难怪你吩咐嘛这，当公事的人讲话，要我问你一句，你回答我一声，你晓得多少？谁回答多少？要老实的，不可厚颜，不可积累，不可阴谋，不可说谎。我们要肝带相照。哎呀，我一懂你这个哈，谁是讲要推开立王不讲闲话？对个。我问你，你这偷工干了多少年了？你要是你就当记的，老偷工了，不记得。老偷工了，不记得。这偷工手干红事那该了，你个改变大浪大地，路浪向死是500人谁么谁怪我？杀死人是我行当。公体官方，是你烧的吗？哎呀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法官我们是法官说得该的，要拉，但公心我我要拉，武松居然杀了他2匹去，拿出来，老屈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空城可以不问，水中是2滴知道。要不，这个对不对啊？那边路要对不对啊？有规定，再规制，这样的说一个清楚道，一个明白，谁叫你说按公道的官方，武松不上你不跟好吗？你是好意积累，你是说谎，我这边知道吧？哎呀！公举来为问题讲武松害无分队，加上出血，望见自家带过步兵，哪一记手大漂白，杀气深深，给出了凳子上我受不得了，说跳起来，哎呀！这是我来，没好是我来，这。你还要阴谋吗？我不够证。你再要阴谋，我这柄尖刀要在你身上刺38个推命窟窿。要是过38个推命窟窿，为啥人了啦？西洋镜好长着走啊！对不对啊？我们生死王八蛋拉我讲，怕你不讲，我讲吧，好的嘛不特个对不对啊？我讲没讲？阿玉说那个样老猪在拿特子，那扒了半边，我得刮了讲不出个哎。哈得你这混把手，讲出来我彻底不得，驴腿一句肉腿腿一只龟子，手机武松气水了，刀背上扎黑，是拿出来，他台地上一插，你讲吧，没有，对不对啊？不过我讲没讲？
我有一个脾气，一个习惯的，讲闲话啊，欢喜一气贯通，从头哒哒哒哒哒要讲到结束的。那半当中啊，你不能拉断我的，拉断我呢，我也要头上讲起的，年纪都在。好吧，这样你从实而讲，放松，不打动你。啊，根本没好，对不对啊？你欢喜听美的，还是欢喜听夸的？哎呦，话对能个的嘛？什么意思？那没有事体嘛，简单点讲不难听，不是体嘛，两两四四，吃点吃不讲不难听。人民为体，应当仔细从对而讲。欢喜没干啥？你讲吧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三代养过有人，信不信个好，这个好呢，不是看天的，而不是古月的，但是个神空的。对面的句嘛叫好句。那不人讲好听点嘛，叫上个句说；还有人实后句名嘛，叫我后句；还有人不客气叫我一句。你在讲些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不能打你讲，不能拉断我，拉断我也要对上讲起的呀。武松好啊，不晓得那让谁的上门，问问你，要对上讲起，不当的。你讲下去。没有，那么跟你知道我是50岁，你讲起不讲，只要对毛的米没好，米毛就来试试过，要想我米嘛，就是一时的让这个米味道不可久呀，懂得我晓得那个米让上然后讲，不你讲起不擦天他一屁股手哈，哎呀，别乱，那懂得，讲他妈让快，但是吃米吃出来个事体，吃米吃出来个事体啊，米烧棍子烤子两，我们就是刚刚要分吃不水，那个些辰光只听见门啊。与你旁边哪一个？那他神就啊！我门阿分开门那些多少人呢？老公子啊，心结子一点不理人了。好吧，你讲下去。我有就过来门出去的两手门，嘎得了一口嘛，哪一个？那搿啥么事吃到亏了？你快讲。就是一口嘛，经理想最想插进自己的鸡啊，大概到养过鸡是你弟兄，自刚让门开一杯，阴皮下这样，山东大郎喝水道里生出来了，刀不下的大官人，当对呀，西门庆啊，西门庆你去！刚去哪里去了？去哪里给大袋子我的呀！起来！这个也不能吓死他关。大把红军好不突出武松要杀青，听不到。